又搁是一件随机攻击的事件，这是昨发生伫个苗栗市，一个有毒品前科的男子，深夜假死攻击一个太太，虽然无甲拄着伤，但是太太惊一个三魂七魄飞了了。刷落去，迄个男子行到超商，要攻击到店员，结果当下摔倒两解，警方赶到场，甲嫌犯压制，移送法办。阮警分工合作，有人二脚，有人二手，将这个查某人压制在地，佮将伊的家私摕去边啊。就惊讲出差错发生闹血意外，因为这个查甫人伫这进前野刀无差别的攻击，威胁民众。嫌犯昨尾暗夜家私经过超商，先卡民众车了，佮行入超商，他要攻击这个店员，互对方惊一条，赶紧走离开。这个查某人当场徛无在，先倒落去了，佮爬起来，伊佮行入内底，尾手倒伫涂骹。现场看到人想到惊迄个过程，犹佫会惊。那你当时有这么长，刀柄跟刀身起来就有那么差不多那么长，因为停红灯嘛，有车子被敲，绿灯那个人快速移了，我就跑到中医院去躲藏了。也假使大闹超商前，伊佫无差别攻击一个负责人。直接进来变刀尖弄到惊吓啊，还有那个受伤啊，手拉伤啊。经过了解，嫌犯举的是草鸡啊，迄一天先伫园林街攻击负责人，造成对方倒病的腰有受伤。虽然无正空，也过有惊到，加在去病院检查后无啥要紧，差不多7分钟后，佫去超商。他要攻击店员，加在店员赶紧闪开，无受伤。依照警方的调查，这个嫌犯是毒品列管的人口，会甲抓去治疗。将持刀男子压制逮捕，切腹就医。警方介护这个查甫人去病院，嘛依照伤害恐吓罪嫌，将伊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，并且建请羁押，避免再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